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嘅月費計劃。毓民踢爆之一周柒人柒事第一輯第14集，2025年3月29日。大家好，歡迎收睇收聽毓民踢爆之一周柒人柒事。今集嘅主題係黨媒瘋狂追殺，超人被逼褪軚，長和賣港協議暫緩簽訂。3月28日，即係上個禮拜五，多個香港媒體報道長和暫緩賣港消息。有關報道引述接近長和系高層人士透露，公司喺下個星期，即係4月2號，唔會正式同美國財團貝萊德簽約交易。親中共國嘅《星島日報》就話，消息人士說，原因大家明啦。3月上旬，長和賣港交易消息傳出之後，中共黨媒連日瘋狂追殺，並且由中共中央港澳辦公室及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亦都係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即係共產黨喺香港嘅黨部。不斷轉發多篇土里核文。首先呢，就係道德批判，就話佢賣國，沒有腰骨的跪低，漠視民族大義，背叛和出賣全體中國人。繼而呢，又話依法追究。根據大公文匯網3月28日嘅報導就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反壟斷二司嘅負責人表示，將會依法進行審查，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來勢洶洶，殺氣騰騰，非要今年97歲嘅李嘉誠跪低不可。此外，中共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嘅副所長白明就日前就寫咗篇文章質疑長和未採取全球招標嘅方式，而係直接同貝萊德達成協議，呢個係咪符合商業邏輯呢？佢認為按理說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係長和選擇迅速與美國財團達成協議，呢個難道符合邏輯咩？毓民不禁要問，巴拿馬運河既屬兵家必爭之地，中共國嘅國企或者私企係唔會唔知道嘅。中國人李嘉誠長和集團擁有具戰略價值嘅巴拿馬運河2大港口經營權，即使長和未採取全球招標嘅方式，點解你又冇辦法制敵機先，向李嘉誠曉以民族大義，早於美資財團出手之前，俾超人可以秉珠愛國情懷，義不容辭賣港俾祖國呢？香港嘅南華早報有一篇報導咁樣講，距離呢筆爭議交易達成期限只係剩返1個星期之際，長和同港府正在討論合理嘅解決辦法。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話，喺長和宣布將所有海外港口業務出售之後，香港政府就立即同長和進行接觸，但係目前嘅選擇係相當有限，因為出售取消就可能會代價高昂，並且帶嚟嚴重嘅政治影響，而繼續推進出售就會對公司同埋國家造成損失。如果報道屬實，中港官員原來都係後知後覺，
甚至不知不覺嘅奴才。中共國外交部發言人喺面對外國記者詢問有關李嘉誠賣港事件嘅時候，就不斷重複：作為原則，我想強調，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利用經濟脅迫、霸道霸凌、侵犯損害他國的正當權益的相關行為。將一單190億美金嘅國際商業交易就扯到去霸道霸凌、侵犯損害他國正當權益。雖則語焉不詳，亦都係若有所指，即係話長和同美資財團呢一個交易，美國政府就係霸道霸凌、侵害損犯嘅一方，而他國呢，就係中共國咯。何止係九唔搭八，簡直係蠻不講理。或者會有所謂客觀中立嘅評論人話，美中在巴拿馬運河問題上有利益衝突，北京從陰謀論出發，至少會認為美資財團貝萊德係特朗普總統可以指使同埋控制嘅，有關買賣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李嘉誠賣港就等於違背咗中國國家利益，甚至係等於賣國。講到霸凌霸道，毓民亦都可以客觀公正咁講，中共今次批判李嘉誠同埋長和集團嗰種惡形惡相、喊打喊殺、蠻不講理，無疑是野蠻向文明挑戰，令人髮指。眾所周知，巴拿馬運河對當下嘅美中兩大霸權嚟講，的確係兵家必爭之地。巴拿馬運河全長82公里，位於南北美洲之間最狹窄嘅地帶，係全球最具戰略價值嘅航道之一。2023年，巴拿馬運河總共記錄咗超過11000次嘅航行，運送貨物嘅總量就超過2億3550萬噸。一旦運河遭到封鎖或者無法使用，船隻將會被迫繞行南美洲最南端嘅麥哲倫海峽，航程同成本都會大幅增加。現時經過巴拿馬運河嘅貨運之中，超過2/3同美國有關。美國喺20世紀初完成咗巴拿馬運河嘅建設，但係喺1997年就同巴拿馬簽署條約，將運河主權移交俾巴拿馬，以回應當地對美國控制權嘅不滿同埋政治壓力。有美國學者認為，當年美國對呢啲港口嘅興趣不大，使到長江和記幾乎喺冇競爭對手嘅情況下贏得呢個經營權，並且長期喺當地運營。此外，中國企業近年亦都投資咗幾十億美元喺巴拿馬，包括興建郵輪碼頭同埋橫跨運河嘅橋梁。中共國此一系列嘅行動，都使特朗普判斷北京係要對巴拿馬運河取得實際控制權。但係中共國喺運河周邊有大量嘅投資，就並不等於係擁有運河本身嘅管理權。當然，巴拿馬運河嘅戰略地位，亦都係中共國喺中南美洲拓展影響力嘅重要據點。美國貝萊德集團先前同意收購長和集團嘅2個巴拿馬運河港口經營權，習慣事口情說，即係噏得出就噏嘅特朗普總統，自然可以聲稱話政府已經攞返巴拿馬運河啦。巴拿馬總統穆里諾立即反駁呢一個特朗普，呢條運河仍然係巴拿馬嘅。長和同貝萊德嘅最終協議都未簽訂，特朗普就已經話我們將收回巴拿馬運河，我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如果4月2日喺中共壓力底下，長和宣布暫緩簽訂協議，特朗普又可以理直氣壯咁樣講，
中國奪取巴拿馬運河之心不死。根據報道，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布魯斯3月28日喺新聞簡報會上被問及中共國監管機構將會就交易進行審查一事嘅時候講，中國對呢次收購感到不滿，亦都不足為奇，因為呢咁樣會減少咗佢哋對巴拿馬運河地區嘅控制。美方而家關注長和賣港交易，並且係樂觀其成，恐怕呢都係正常反應。唉，政治不是人搞的，搞政治的不是人，信嗎？多謝各位收聽收睇本節目，請分享影片及付費支持，下週再見，拜拜。